563尺，2房2廁，快門入嚟，飯廳可以放4人飯台，廚房係梗廚，有雪櫃、爐頭、抽油煙機。客廳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一邊可以放梳化。呢個露台係3合1，飯機、細氣亦都係放喺度。洗手間幾光設計，方便流用。第一個房間放完床之後仲可以放高身衣櫃。主人套廁帶有浴缸，浸浴就非常舒服啦。主人套房左手邊特設衣櫃位，右手邊可以放雙人床。如果各位想睇呢個單位，歡迎隨時聯絡我，大圍為高，多謝大家。